被玩家号称2025年最丑的植物——铁锤果，看着跟个外星人似的，长着一双大圆眼，触手一样的头发，头上还有2个大铁锤。如果给他的颜值打分，你会打几分呢？接下来看看他的攻击方式。当铁锤果前方1×3范围内出现僵尸时，会和拼头上的大铁锤狠狠地锤击僵尸，每次造成150点伤害。大招效果：连续猛锤地面3次，最后一次锤击还会释放冲击波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铁锤果不会攻击飞行类僵尸，大招同样也是无效的。